乡亲啊，咱若要过年办年会，会当来这个所在，这是台湾经生保护会伫台中市所举办的经生年会大家。咱看到含法务部长拢亲身来宣讲，用咱这个行动啊来支持啊解雇自新的人，因做物件、卖物件重心搁徛起来。 经生年会活动即天伫咧台中市交流广场举行，来自全台150个单位，展现经生人重新出发的成果，把他们努力的成果呈现出来，那跟我们社会大众来分享。那我们也是鼓励更生朋友能够踊跃的参与这个一个市集支持经生人恢复稳定是真有意义，透过公司协力甲社会参与来展现社会包容，发动了我们的产业来捧场。 刚才看到很多都是好朋友，我觉得非常高兴。我相信他一定会越来越好。感谢我们的前法务部长施茂林部长，刚开始能够发想有这个一监狱一特色，然后可以帮助好多更生人，一直到今天。台湾经生保护协会协助因扩展行销甲创业，互因搁再回来社会，嘛影响新的一年。 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